全美最大華人商業信用卡服務商 US Bank Card Service 微信商務推出其客戶專屬嘅優惠計劃 Super J Club。US Bank Card Services 美信商務呢，在過去的17、18年來，一直很努力的提供給全美商家各種不同的刷卡服務。那像我們在去年年底也推出了 iPad POS， 還有幫餐館的客人來做網站的建置。那今天呢，我們也很高興的再推出另外一項新的服務，叫做 Super J Club 的優惠方案。那這個方案呢，我們是跟各個不同的連鎖的企業，像是健身房 24 Hour Fitness， 還有像國泰航空，還有 Office Depot 等等這些其他的大型的公司來去提供我們所有的商家優惠的那個方案。凡係美信商務嘅商家，即可自動成為 Super J 級嘅會員。畢竟企業本身可以享受到優惠折扣，其公司員工同埋親友都可以享受到優惠，而且無需繳交任何費用。申請享用優惠嘅程序十分簡單，只需要上美信商務 Super J 級填寫申請表格，經確定為美信商務客戶後，即完成申請流程。使用時只需要向 Super J 級合作夥伴出示兌換券或者優惠代碼，即可享受各種優惠折扣。商家可撥打888-888-8872或上 www.usbsi.com 查詢。